当然，心里可以展，山可以迎展。我说。
刘兄弟大家平安，咱备办心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用俄罗进入伊的殿院，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上主至先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实线到万代。三个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248首，圣诗248首。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你的名我要永远尊崇。主我上帝至权至大，袂通测度，恩惠满满。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
咱犹原徛伫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摆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先开圣诗后面启文54。圣诗后面启文54，1097页，也就是马太第5。启文54，咱三个来启用。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要嘴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咱当心压头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看顾阮大家平安，互阮安然过过一礼拜。阮也感谢主，互阮伫清明节期，阮甲亲人会当三甲做伙庆祝扫墓，追顺阮过往的亲人。感谢主，互阮先人留落好的教导，因的慈爱甲坚定的信仰，互阮的家族会当一代传一代。阮着珍惜阮的性命，算效家己的日子，将这宝贵的信仰甲美德，会当继续传落去，互阮的所行所做，会当荣耀主你的名。亲爱主，当阮安静心反省阮为虾米在活时，主啊，阮期待阮家己伫有限的生命当中创造无限的价值，互阮时常会当反省家己的处境，调整阮人生的方向，遵循你的旨意。阮无愿意白白领受生命的恩典，却双手空空转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开启阮眼光，互阮会当看见你的旨意。求你互阮的心思平定。互阮会通静静思考你的话，求你管教阮的灵魂，互阮的性命幸福伫你。主啊，世界动乱战争悠远无煞，阮诚心恳求主你降落大能，互战事紧紧和平，真正和平紧紧来到。阮也为着国家的安定、安全、政党的纷争、社会的安定、经济发展，献上祈祷，求主看顾带领，一切拢有好的进展。感谢主，感谢主你看顾阮大家，互阮兄弟同工会当同心为主你做工。伫阮兄弟当中有身体欠安，检查治疗，主啊，求你甲因三甲伫地，我靠主免烦恼，心平安。即时阮安静心伫主你的面前，通过牧师讲出你活命的信息，互阮得到快乐，得到帮助。
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赞美，请圣歌队。咱感谢宇阳之士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学到上帝，讲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23节，和合本110页到11页，汉话95到96，现代中译本110页到11页。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33章第1节，咱来看，我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我捌手抓应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讲，要将土地赏赐你的后裔，打你去啊！你甲你对埃及地所带出来百姓，就对遮上去迄个地。我要找使者伫你的头前，我要赶出迦南、阿摩尼、
赫、比利洗、希米、亚布斯遐的族，带你到流年甲密的地，因为我毋甲你上去，为着恁是颔棍耳的百姓，惊到我伫老年灭无恁。第四节，百姓听见这个消息就忧闷，无人装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是颔棍耳的百姓。我若是万年久到恁中间，我的确遭灭恁。打着将恁身躯的装他拔起来，我就知我要怎样款待恁。”以色列人对伫何烈山以后，就将身躯的装他摕起来。第七节，摩西将布棚搭伫野外，离开布棚有遐远，因称即个布棚做会幕。凡若祈求耶和华的人，就到野外的会幕遐。当摩西出去到布棚时，众百姓就拢起来，逐人徛伫因的布棚口，伫看摩西到伊入布棚。摩西入布棚时，云条就落来，徛我布棚门前。耶和华就甲摩西讲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条徛伫布棚的门前，百姓就拢起来，逐人伫因的布棚门口跪拜。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样。摩西转来营内，独独跟随伊的少年人伦的囝约书亚，无离开布棚。12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讲：“看，你对我讲，将即个百姓带上去，总是无互我知你要找一罪，甲我相隔去。只有讲，我用名警告恁，恁伫我面前也得到恩典。我答凡若恁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你的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。耶和华讲：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摩西对伊讲：你若无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。对怎样会知我甲你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？也毋是对你甲阮相隔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嘛？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所讲即个事，我也要做伊，因为你伫我面前得到恩典，佮我用名警告你。伊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阳光。伊讲：我要互我一切恩惠经过你的面前，也宣布耶和华的名伫你的面前。我要施恩伫我所施恩的，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。佮讲，你袂会看到我的面，因为无人会看见我也会活。耶和华讲：看，近我遮有所在，你着徛伫石盘顶。当我的阳光经过时，我要甲你下伫石盘旁内，用我的手抓你，疼后我过去，然后我要扭我的骹，以我的手倒转，你就会看见我的骹只后，总是袂通看见我的面。以上，愿主的话，真侪人来帮助。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正直的心，咱共受来听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
咱已经感受会到天气已经渐渐有热天的感觉。就是讲，咱2026年虽然讲感觉打过年，但是到伫4月中，也开始会感受到，好亲像即年，搁要渐渐要行搬过迄个一年的中，一年的一半。所以咱只有，既然知影咱无办法停止时间的向前，咱只有信靠主上帝，互伊来引带咱咱莫因为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人也一天一天年纪愈来愈大，可能健康也不如以前。但是咱爱知影，上帝拢会看顾咱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圣，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。主比天堂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愿用心灵甲真实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这是你的命令，也是因为你用你的听，每一日甲阮做伙伫地。你保守阮，带领阮，互阮通伫礼拜主日的早起，将即天奉献互你，做伙来敬拜。主啊，阮亲近你，也搁较渴慕，就是搁较深来认捌主你。所以恳求上帝，你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，也帮助阮。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伫社会上，敢有发现讲，就是有真侪差一点的人，伫咱平常时讲话，讲这顶边选举，伊差一点就当选啦。咱讲落选头，过来咧，哇！伊差一点就投资成功，但是10当前，煞将几若张台积电拢卖掉，卖出去。若无卖即摆就大赚，我差一点就赚大钱。有人讲我差一点我就完成迄个马拉松，咱讲全马，哇，迄真走的。但是每一遍咱也提起讲一项事，一个人做啥物代志，讲伊差一点就表示啥物？拢无啦，差一点伫咱的现实经验内底，差一点就是拢无，差一点当选就是落选，差一点就得到就是无得到，差一点就完成表示啥物？无完成。但是咱人就是拢安尼。可能这也是好啦咱常常会用差一点做借口来安慰家己，但是伫真侪代志顶面，真正咱也爱认捌清楚，就是差一点往往就等于啥物拢无的意思。信用敢是安尼？迄某某人伊差一点就要洗礼啊！迄表示啥物？伊即马还袂洗礼。某咪人倒一个长辈伊本来因带伊足久，伊差一点就愿意来到教会，要成做基督徒。意思啥物？咱即个长辈，伊还袂决志成做基督徒，煞就过身。信用顶面常常会当讲拢是安尼，讲到信用差一点往往就是无。所以
咱今仔读到出埃及记33章，其实真内底有一个对比，就是差一点嘛。咱伫信仰内底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敢是想要讲我差一点嘛，永远拢是差一点嘛，还是讲咱愿意甲上帝搁较亲近，亲近搁较亲近？哦，这是一首歌啦吼。这个 Spanish 吼，这西班牙文的意思是啥物？差一粒马的头，吼，迄就是迄个吼，你知影吼，欧美啊，吼，也是可能美洲嘛是，吼，因赛马啦吼，比赛啊，拢有大叫，吼，即句话吼，咱讲吼，中文翻译叫一步之遥啦。吼，伫西班牙文内底，伊的谚语内底表示讲啥物？永远就是输的意思啦，差一粒头啦。你买的迄只马吼，第2名啦，永远差第1名就一粒头啦。对头到尾，要拼过，你走迄只马走紧，要加速，迄第1名嘛加速，所以永远差一粒头啊。即个吼，迄顶面迄字就是安尼。吼，咱台湾话，吼，咱中文翻译吼，讲一步之遥，一步之遥。当然，这是迄个吼，伊咧讲到迄个吼，即个少年男女啦吼，迄查甫永远捉袂着查某的意思啦吼，永远追不到，叫做一步之遥啦吼。这是一首歌啦吼，吼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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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吼，迄个吼，即个电云里面的配乐啦吼。一步之遥，无错啊！差一步，永远差一步，就是安怎永远对袂着的意思。咱讲军队主耶稣啊，永远的你拢差迄一步无对着，永远拢是甲拢是甲主耶稣永远差迄一步。我有对啦，我有对，但是我无对着。这叫做一步之遥，表示永远追不到。好，咱就转来出埃及记31章第7节一开始就讲到，摩西伫以色列百姓因扎营的营外起一座布棚帐篷啦吼，然后咧，这个布棚就是伫遐会当求救上帝，所以摩西伫营外所起的即个布棚，伊号名做会幕。即个会幕的会是面会的意思，甲上帝面会的意思啦吼，面会听有啦吼。meeting 啊，meeting 叫面会啦，就是伊即个布棚，就是伫遐人甲上帝会当相拄的所在，也称做会幕，英文圣经加伊讲，这是即个见面的布棚的意思，其他所讲的会幕是啥物？有另外一个字代表，这也是真深刻的所在。咱的台语圣经翻译拢是会幕，甲上帝面会，啥物意思？看到人相拄啦，就算是家国内底要面会，也是会有啥物一个大玻璃对无？看到面，才是面会。摩西实际上，伊真明确知影，伫倒位会当甲上帝面对面相拄。搁较重要，伊不只是知，伊搁愿意用行动
来亲近上帝，要甲上帝来交流。伊毋是干那囥伫头壳内底，我知。咱人本性就是安尼，咱有真侪代志，别人甲咱讲，然后咱拢讲啥物啊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暗困对健康影响足大，咱回应是啥物？我知啦，但是咧，就是暗困变做习惯啦。当然我毋是讲失眠的人啦，我讲真侪尤其是即个少年人暗时佚佗啦，用看网络啦，还是耍电动啦，耍规暗的，还真侪少年人真侪。咱足侪代志，其实咱听到明明是正确的代志，但是咱的回应就是我知啦，知无去做，甲毋知毋是相像。听到无去做，甲无听到的人毋是相像，是即个意思。所以摩西伊知影倒位会当甲上帝相拄，伊就愿意用行动来亲近上帝，伊愿意甲上帝来交流。就算讲，其实摩西一开始毋是安尼。摩西一开始是迄个开始埃及人了后，然后咧，伊惊讲会互法老王来处罚，所以伊走路40冬。摩西本来是安尼，摩西领受着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爱伊去将伊的同胞带出埃及。摩西一开始的反应也是，伊讲上帝啊，我无口才。这是本来的摩西。咱若想想，若是摩西永远干那会晓讲，我迄当阵差一点就领受上帝的命令，我差一点就做啊啦。伊若永远用即个差一点做借口，讲我差一点就要去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永远是差一点咱就真正无办法想象以色列百姓需要伫埃及受苦毒，搁爱偌久，差一点差真多。但是对比咧，这以色列百姓，33章有讲到，这以色列百姓看到日时看到云条降落伫即个摩西伫野外所起的布棚，因知影哇，上帝伫遐，上帝伫遐。但是咧，这以色列百姓安怎做？因是徛伫家己的门口，远远啊看，好像想讲我知啦，上帝伫遐，我知。然后伊感觉安尼就真好啊，安尼就真好。嘛有可能伊讲啊，摩西啦，交互摩西去，摩西去见上帝，摩西去亲近上帝就好。啊，阮咧，咱讲舞照跳，马照跑。数十年不变。摩西甲约书亚去即个甲上帝面会的布棚，即个会幕，甲上帝亲近，对比以色列百姓，讲我徛伫门口远远看，自然讲我就安尼就好。差别有偌大？差别有偌大？所以33章出来记33章第10节是安怎讲？正八是看见云条，咱讲过，日是上帝用云条，互以色列百姓知影上帝亲自迄带领，所以云条就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同在的记号。因知影上帝伫遐，然后安怎？
百姓就拢起来。哦，咱看到这会感觉讲，哦，啊，百姓奋兴，百姓要亲近上帝。但是咧，逐人伫因家己的布棚门口跪拜。我看到这，你感觉讲行动一半，大家奋兴爬起来，徛伫门口。咱想讲正百姓的大家来到伫会幕的四周围，要亲近上帝，毋是？我伫家己的布棚，我伫厝里就好啦。我知啦，我伫厝里就好。哦，规当前迄个疫情期间，疫情的期间是安怎？大家伫厝里看迄个网络做礼拜。但是咧，咱在座的兄弟一定拢是安尼，感觉就像啥物无够，欠缺啥物，嘛是会当做礼拜啊。但是咧，无甲兄弟姊妹大家做伙，就是会感觉欠缺啥物，无够伫教会甲兄弟姊妹同心敬拜上帝，好亲像着甲上帝有一个距离。所以咧，咱袂因为网络足方便，就无来教会，对无？咱在座兄弟，咱在座兄弟拢是，这点拢赢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。袂讲啊，我伫门口安尼就好啊啦，安尼，我知影上帝伫遐，差一点，差很多。对比咧，摩西的赛季，伊也愿意甲上帝亲近。我相信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，因为摩西伊心正直，伊会当坦然来面对上帝。因为面对上帝是安怎？出埃及记33章11节。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样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。这可能是真侪人会感觉讲，上帝甲我距离一个距离，我甲上帝保持距离就好。为什么？若是人甲正讲换贴的好朋友做伙，你免假啊！你一个表情，人就知影对方你的换贴，好朋友就知影你今仔日心情歹，你今仔日心情好，你喺讲白贼。像有一个政治人物，伊每一遍讲白贼拢安怎？有某一个政治人物啦，做过市长迄个啦，伊讲白贼就是咱拢真熟啊啦！伫你足熟的人的面前，你只有安怎用你上真实的面貌来面对，因为骗袂过你的换贴好朋友。所以摩西，伊勇敢，伊正直，伊愿意甲上帝来亲近。所以希伯来书也有讲到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是讲咱心中的亏欠，拢伫伊遮所写的，就是洗礼，拢休去啊，洗物件，洗掉啊，身躯用清水洗净啊。这讲到洗礼，既然咱拢领受洗礼啊，圣神的洗，互咱的心灵得到洗清啊，所以咱着心存诚心，甲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你我拢爱亲像摩西，咱袂当阁停留伫亲像旷野的时阵的以色列百姓。伫门口看就好，我方便就好。
我保持一个距离，我知就好。差一点，差真多。所以，咱的信用态度，咱袂当讲甲上帝保持距离，感觉讲甲上帝保持距离，距离伤近就会变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想讲啊，甲上帝伤亲近，万一连工安怎？我会足艰苦心，我会足痛苦。因为摩西甲上帝看重摩西，看重伊心的正直，所以，互伊甲摩西，上帝甲摩西就亲像人甲朋友，安尼亲近，安尼真实。所以摩西就求上帝。摩西讲：“我担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你着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，互我通认捌你。”落下这，咱敢愿意互上帝来引带咱，互上帝指引咱的方向。搁较进一步，亲像摩西求上帝，不只是指引伊道路，搁爱互伊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认捌上帝。其实，咱若认捌上帝会听，咱看代志其实就会有无共款的眼界，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真侪代志。咱若体会到上帝是听，咱伫艰苦困难的中间，咱思考的是上帝听我，上帝互我经验遮个代志。上帝的意思是啥物？敢是要互咱得到学习？敢是要互咱甲兄弟姊妹更较亲近？也是敢是要互咱更较刻薄上帝的话？咱袂讲拄着代志，咱就埋怨；袂因为拄着代志，咱就感觉拢是别人害我的。互咱更较认捌上帝，就是遮尔重要。所以以弗所书内底，使徒保罗敢也是安尼甲咱讲：咱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明白基督的疼是怎样长阔关深，也会当知影上帝的疼是超过人所会当了解的。那安尼，咱才会当互上帝的一切充满着咱，大声明白基督的疼是怎样短阔关深。我想，真侪神学的材木，真侪圣经的知识，若无学着上帝的疼，安尼拢是空空，安尼拢是干那变成咱平常时讲话、谈话的材料尔，甲人话声的材料尔。保罗爱咱的是甲遮讲的圣徒，其实就是兄弟姊妹啦，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明白基督的疼是怎样长阔关深。上帝的圣神引带咱是更较认捌伊，更爱经验着
上帝慈悲疼痛的长看关心，这就是上帝圣神引带上重要的，是互咱搁较认捌伊，互咱通真正经验到上帝的疼。莫将圣神引带，好亲像变成啥物？圣经变来记一个，讲哦，圣神安尼甲我安尼讲啦，也是讲圣神引带，就是我心中想啥，我要做啥物，然后咧甲大家讲啊，这是圣神甲我讲的哦，你无听，你就是违背圣神。咱莫陷落伫迄款错误的宗教想法，毋是上帝的圣神引带，是互咱更较深认捌着上帝的疼，是咱会当经验着伊的疼。上时，这嘛真重要，14节，因为咱台语圣经33章14节讲，耶和华讲，上帝讲，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咱听着平安平安平安，无啥物嘛。兄弟姊妹见面讲平安哦，但是你若看华语和合本，伊写的啥物？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也必给你安息。给你安息，这个平安，其实讲更较清楚。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什么叫做真正心灵的安息？用一个譬如，有时阵咱人状况无介好，你会感觉讲我无论安怎休困，好亲像拢足忝。但是上帝应允咱，伊要甲咱同在，要互咱得到要互咱得到安息的意思是啥物？就亲像摩西同款，摩西其实安尼看起来，对出埃及记安尼看到遮，摩西有伊的缺点，但是摩西伊记条上帝，日日进步。伊毋是讲啊放弃啦，我即个人就是无胆，我即个人就是口才歹，我即个人就是脾气无好，有时阵会发脾气。无，摩西记条是上帝，伊日日进步，然后伊诚实伫上帝的面前。就是遐济。所以咧，摩西一直强调，就是上帝亲自引带以色列百姓，这敢毋是足重要？伫旷野内底，以色列百姓，即群百姓真正问题真多，歹习惯真多。顶礼拜咱提起着，因信心不足的时阵，就开始安怎做金牛，然后来拜偶像，然后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拄着困难就埋怨。摩西是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伊一遍搁一遍求上帝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，甲以色列百姓同在。咱讲这叫做基督徒的领导统御，咱毋是拄着代志，然后去回应，这叫做回应式的。所以咧，人骂我，我骂回去；人对我无好，好，我对你更较无好。你拍我，我拍你；你骂我，好，我骂你。这叫做回应，回应式。啊，咱这个讲到这个管理啦，会讲到啥物？ proactive 啊 ，proactive 是啥物？啊 ，active 是迄个回应啊 ，reactive 是回应，回应式啊 ，proactive 啊 ，pro proactive， 迄就是咱讲咱讲啥物 ？proactive
叫做你想搁较侪，吼。以色列百姓有遮个问题，是因无识，因毋知影上帝的权能，毋知影上帝的听，所以咧，因制造摩西真侪的困扰。啊，摩西啦，回应式是安怎？你对我无好，我对你歹。然后你骂我骂你，你拍我拍你，这叫做回应式。啊，讲 proactive 是啥物？哦，是啥物？伊想到问题中心是啥物？问题的中心就是遮个百姓无认捌上帝，遮个百姓毋知影头前的方向，所以咧，大家随人过性命，大家随人做家己的。所以摩西求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同在，这就是摩西所求的。所以上帝回应摩西：你所求的，我要行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惠，我要照着你的名来熟悉你，照着你的名来熟悉你。英文有一句话讲 on first name basis，first name 是你的名啦，静安静安，啊你若生加名叫叶静安，on first name basis， 意思是讲互相叫是叫名就好啦，将，表示讲足亲近。上帝引带咱，其实是会比引带咱甲伊搁较亲近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上帝爱咱，甲伊搁较亲近。上帝也引带咱，要甲伊搁较亲近。所以上帝的引带，毋是讲拢无困难。上帝有时阵互咱经验着困难，是要啥物？是为着互咱甲伊搁较亲近。咱就会思考，咱会追求上帝带领咱，毋是拢无困难。上帝有伊的意思，有伊的旨意，但是伫困难的中间，咱会思考，上帝就是爱咱，甲伊搁较亲近。过来，摩西也讲，求你显出你的荣光，互我看。但实际上，咱看出埃及记。摩西几若遍伫旷野看到上帝的荣光啊！上帝一开始呼召摩西是通过刺配互火烧，煞未烧去，这就是上帝的荣光。摩西也看到上帝降10个灾厄来到伫埃及顶面，然后上帝为着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安全对伫埃及来逃走，上帝有即个将大水分开的即个神迹，甚至摩西已经有伫西奈山甲上帝对话过。安尼为虾米摩西犹原要求上帝互伊会当看到荣光，上帝的荣光？为虾米？这真重要，就是经验真重要。咱听别人讲，倒一出电影真好看，偌精彩！哇，这电影吼拍真好，真感动人，大家看拢去哭。你若无买票去电影院去看这出电影，你听到的拢是假的。咱拢爱亲自去经验到，才会当有完全的领受。这也是当来多早所讲的，了解是一回事，但是上帝这上有效的方法，就是爱亲身来体验，爱经验到。这就是摩西为什么伊看过，伊知影，但是伊犹原求上帝显现上帝的荣光，互伊看到，伊要经验到，伊要经验到。所以保罗也是同款，
伊讲到真重要的，就是甲上帝相拄，甲上帝相拄，然后通过即款甲上帝相拄，咱也真做即个外在的改变。咱讲好亲像对镜伫看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阳光搁较阳光，亲像对主的心所变成的。所以咱讲，人心灵的更新，就是外在行为的改变。咱日志来做，然后咱因为实际的行动，咱通有经验，经验带来咱心态的改变。这就是较会当有灵命的更新。干那讲，真正拢无效。就够讲，咱伫教会久啊，看真多，行动真重要。行动，互大家看到，讲偌济拢无效，行动。所以弟兄兄姊，你愿意认捌上帝到什么程度？弟兄兄姊，咱愿意跟对上帝到偌远？然后为着要跟对上帝，为着要甲上帝亲近，咱愿意付出偌济？先知耶利米所传上帝的话，上帝讲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你，并且将你所毋知的大个恶的事指示你。愿咱会当伫上帝的带领下面，咱哪来甲上帝哪亲近，哪认捌上帝的慈悲疼痛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一遍一遍去提醒阮，就是阮既然知影你的疼，知影你的关联，但是你也爱阮，亲像早前的摩西，真做一个行动派的信徒，知影阮也付出行动，知影你的疼的美好，知影你有大关联。恳求上帝你也帮助，会当将知影转换成做实际的行动，互阮会当哪亲近你，也哪来哪认捌你，也透过实际的经验，主啊，让阮信心哪来哪坚固。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。互阮有你的同在，你会当守护阮平安，互阮心灵通常常得到安息来充电，也互阮会当因为认捌你的旨意，互阮无阁是只是焦点伫阮所拄着的困难，反倒当阮是主神。伫你，佮经验着你的同在，所以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阮只是佮较愿意甲你亲近，佮较愿意放手，互你来引带。主啊，伫逐项事顶面，阮有时阵了解有限，有真侪阮毋知影的事，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较目时时亲近你，也有你圣神来教导阮，互阮会当认捌你搁较深。愿将这一切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感谢牧师通过主的话，互咱真好的勉励。即时咱要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咱三个来吟圣诗504首，圣诗504首，心内散车有大福气，有分天国尊贵，忧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互因安慰。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来奉献，咱请秋妹执事、民兵执事来书献。你这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来先开周报。报告进前，咱看顶面迄句话：欢迎新出来的朋友，先困邀请你来参加礼拜甲聚会。而且咱要感谢主，咱帮师兄春英节，迄个主的祝福，
阮会当得到一位可爱的孙仔，伊今仔特别准备满月蛋糕，要互咱一人，毋是啦，一户一个，一户一盒。叶明有写一个感谢，我写来念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明，我满月了，谢谢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们这么疼爱我，奉上好吃的蛋糕，祝大家有个甜甜的一天。爸爸张君豪，妈妈苏丽丽敬上。较等，咱礼拜煞，一人就来，一盒，一户一盒，咱用拍破让人欢喜，恭喜哈！好，咱来看报告的事项。第一，咱今仔日礼拜煞要召开中执会，请咱中执出席。第二，后礼拜4月19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，台北中会兰州教会蔡中原牧师要前来请安报告，本会叶牧师要前往兰州教会。第三，4月26主日礼拜后要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，教会要提供午餐，请咱兄弟留落时间来参加。咱4月份的寿星有素琴节甲苏英节。第四，请教会兄弟出席咱每礼拜5暗时7点半每周平安宫读经。读经的手册，咱有刻伫迄个胶带图遐，咱家己来睇。后礼拜的经节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，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圣光地联唱是早起8点45。每礼拜5暗时7点半有查经，每个月有一摆，拜六早起10点有插会班。每周时间讲后礼拜的经节，甲伫咱顶礼拜奉献甲出席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毋对，咱用过节来经证。圣港的事项交代，咱即礼拜是宴庆节甲绥兰节，插花是插花班，清扫是名义长老。后礼拜讲道是蔡中原牧师，书会是秋妹执事，苏琴牧师娘领袖于洋执事，苏贤民兵执事于洋执事，交代卢山长老名义长老，插花秋妹执事。清扫是游览者，咱来看即礼拜金句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所讲即个事，我也要做伊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搁我用名敬吊你。”来，你所讲即个事，我也要做伊。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搁我用名顶吊你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所讲的即个事，做伊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搁我用名顶吊你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所求的，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。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出埃及记33章17节。好，咱游完这第三个讲述来互相请安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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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好，咱来吟煞尾面的诗，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难求主耶稣基督，怜悯恩典慈悲，以被上帝救赎大好，听咱亲像听你，听咱亲像。
咱就爱求上帝赐福甲咱同在，也赐福显明伊的阳光伫咱的四周围，因为咱需要认捌，搁较认捌，甲上帝亲近，搁较亲近。因为安尼，咱才会当真正得到内心的安息，心灵的平安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应该变照恁，也用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收赐恁平安。阿门。